大部分人畫畫會用淺色嘅紙去畫，最大嘅優點係唔會影響你用緊嘅色彩，可以保持住個純度，亦都唔怕透明顏料因為紙張嘅顏色重疊而變咗色，更加唔會因為紙張有顏色而令到白位冇咗白色。一般單色嘅素描可以利用排線嘅疏密或者用力嘅輕重而造成深淺，常用嘅工具有鉛筆、炭脂、單色原子筆等等。我買咗一啲6隻顏色、10隻顏色嘅原子筆。原子筆唔似冇顏色咁可以買到36色、48色，更加唔會好似水彩咁好輕易嘅可以調校顏色，用黃加藍去變綠。當我使用彩色原子筆嘅時候，我唔想用大部分人嘅方法，所以就用咗隨意打圈，以打圈嘅密度、力度、粗幼嚟到調節深淺，利用疏密、重疊去產生其他視覺嘅色彩。一般人畫素描係畫有顏色嘅地方，畫暗位、高光嘅位置唔需要畫，用黑色紙去畫畫。最大嘅優點係淨係需要畫光位，唔需要畫暗位，甚至乎連中間調子都可以唔使畫。呢一種嘅畫法喺粉彩畫、水粉畫都好常用。有人問我咁樣畫法係咪好難？我唔會用難同易去評論，我會話一般人可能會唔習慣。今次黑紙99系列，我用咗柔性嘅木顏色，沿住9毛生長嘅方向去畫，而色彩就隨手咁執，我只係界定佢係深色抑或係淺色。當然，我要控制各個顏色嘅比例，慢慢咁一層一層、一次又一次咁疊上顏色。而某一啲嘅色彩，我會將佢定性為某一啲特定嘅位置，例如粉紅色，我只會用嚟畫鼻。呢啲就係我畫作入邊其中一種嘅風格特色。由於唔使畫中間調子同埋暗位，大大咁縮短咗畫畫嘅時間。呢一幅嘅作品一共畫咗30分鐘左右，但係千祈唔好以為30分鐘你就覺得我畫得草率，我會叫呢種做功力。白紙黑字都解釋過啦，咁用其他顏色紙又會點呢？平時畫畫我中意用同色系顏色作為背景嘅底色，即係話畫紅色嘢嘅時候，我會先打咗個紅橙黃底；畫藍色嘢嘅時候，我會先打咗個藍綠紫底。又或者好似今次咁樣，直接用啡色嘅紙去畫啡色嘅嘢。咁樣畫法嘅優點就係唔使畫中間調，畫嘅係暗位同埋光位。今次啡紙99系列，我安排咗嘅全部都係啡色嘅9，配合咗原子筆作為暗位，木顏色作為光位。有啲人一直都只係用白紙去畫畫，就算係紙都有分水彩紙、粉彩紙、銅版畫紙、can 紙等等。其實仲有好多嘅物料可以用嘅。譬如麻布、木板、砂紙、亞克力膠等等，仲有好多嘅物料等你去發掘，等你去創作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嘅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。撳 like share 出去，留言，仲要着埋上高個啷啷，拜拜。